癲啊起行嗰啲馬。好啦，跑咗超過一半嘅路程啦，銀河勇士就貼欄放啦，飛龍在天就第2位，中間有冠金旗啦，外欄英雄豪邁啦，入邊係凝聚美麗啦，馬林中間仲有魅力星啊，最入嗰邊仲有隻團結勇士啊，最後100零米，銀河勇士已經係放到順晒啦，拋甩後邊嘅對手呢，有2個馬位到啦，見到衝上嚟噶嘛，有金匯千歲入邊凝聚美麗，出邊呢仲有呢個冠金旗，贏馬嗰匹係銀河勇士，擺咗喺前面走呢，一放到底啦。第2名追上嚟金匯千歲，第3名就近啲，埋邊凝聚美麗同埋中間冠金旗，咁啊外欄位置仲有隻魅力星係比較接近啲啊。最緊要搶咗頭段，咁啊縱使排咗個內檔都好啦，一樣沿住個外欄一放到底啊。金匯千歲第2，第3名呢好近喎，咁啊中間8號係冠金旗啦，入邊10號凝聚美麗。第3名張相嘅入邊嘅凝聚美麗，可能個機會高過隻冠金旗啊！咁但係贏馬3檔埋到嚟嘅銀河勇士，金匯千歲追翻個第2嘅，3、4名要影相。出閘好快就已經貼到大外欄啦。